一滴油都不用加。我呢個雞排煎得靚餅車乾，然後呢加點鹽巴啦，喂嗱，這個不鏽鋼爛鍋雞皮香蝦就咁放。開個這個小火一點啦。喂，什麼油都不用加的，係啊，攞個東西中嘅咁樣壓一壓。喂，身邊啊聲音有點性感，係啊，我聽到很多人討論啊不鏽鋼啊，咁啊教一下煎雞排。哎呀，一開始咧個雞排咧會完全連住那個鍋啦，啊，沒關係，你讓它煎到脆咧，它自然就可以咁樣。係啊，盤邊焦焦咧，稍微刮一刮，用這種東西就哇，你們自己看，完美焦焦，再看一塊，完美焦焦，喂，總之溫度計最準啊，65、70度啊。煎完這些精華啊，不要丟掉。哇，很想睡覺，做個快嘅簡單汁就丟下去。把地下嗰啲焦焦咧刮乾淨喎，豆都蒸發掉咧，加熱水。我一點點這個蠔油啊，點這個黑醋啊，稍微煮一下，你睇下，完美法式汁咁樣結結地，靚。喂，嗱，這個時候咧，關最小火，丟個奶油下去，加點黑胡椒啊，係咪攞個靚碟啊，上翻正啲。有點脆餅沒關係，哎呀，想睡覺都靚啊，雞皮脆脆，聽一下雞皮爆脆聲音。